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台湾的武汉肺炎昨昏国加2个确定的病例，其中一个已经过往。咱台湾嘛出现头一个武汉肺炎死亡的案例，伊是一个无出国的60多岁人，伊是白牌司机，普通时有在往回中港澳的人，伊的小弟嘛互挖着，不过目前无镜头，但是伫咧病院治疗。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有锁定3个对中港澳转来咱台湾的人，看敢是感染源，若有对查出来，就无算是社区感染，乡亲心魔烦恼。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日暗召开记者会，宣布国内新增加2例确诊病例，是一个60多岁白牌司机，甲50多岁无症状小弟。司机发病了后，第20天过往，不离告诫司机并无旅游史，暗过主要客户拢是为中港澳来旅客。有 B 型肝炎及糖尿病的病史，无出国旅游史，亦非确诊病患之密切接触者。 于1月27号出现咳嗽，2月3日因呼吸急促赴医院就医，诊断为肺炎。当日收治于负压加护病房治疗。个案于2月15日晚间因肺炎合并败血症死亡。 司机小弟目前伫负压隔离病房治疗，指挥中心当地调阅同仁记录甲监视器等资料，对查感染源。向问到是毋是社区感染，但市长第一时间原本讲会当算是，暗过后来解释，社区感染要有相征兆，包括确定病例，无得找到感染源。本地感染已经超过境外医疗感染数。社区感染基本上是要社区内有连续性的人传人，而我们的这 case 是一个零星的个案。那目前我们也核对他的健康的资料，也锁定了3名。 好，那目前在查验中，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整个的情况来看起来，社区发生连续的人传人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低。但市长表示，看情形，必要时公布患者的相关资讯，请民众细腻，暗过莫惊吓。为了加强防疫，指挥中心嘛宣布，将原本为中港澳等来台湾爱居家隔离，各为新加坡、泰国等来台湾，拢需要自主检疫以外。 即马只要是等来台湾民众，若是症状，拢爱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即马已经超过7万例。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到即阵确定的病例有74449例，1767个人死亡。咱台湾昨昏有加2例，目前台湾是20例。香港即马有57例。若日本的疫情是较严重，目前伫泉州公主号顶悬有355例，日本的本土有59例。 伫新加坡是75例，泰国有34例，南韩是29例，伫马来西亚即马有22例。若伫咧欧美的国家，美国是有15例，英国有9例。来关心，对昨日开始，伫昨昏，伫咱全台湾300多间卫生所卖使徛名买喙安，毋过要提醒乡亲，大细汉。 挂喙安嘛爱接洗手较有影，因为武汉肺炎继续在传，伫英国甲日本拢出现超级的胃病者。有医生就讲，抵抗力较歹的人风险有较悬，爱特别细致。 天气冷天气，民众依然是真早就举雨伞在路口、卫生所外口排队，等要买喙安。工作人员在9点卖进前，一个收件簿卡发号码牌。不过也要求民众爱先量体温，用酒精消毒，大喙安，才看到入去卫生所。有人就无符合规定，无到入去买。因过排队过程大致上袂歹。9点一个到，民众顺利摕到喙安。 卫生所讲，15中昼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临时公布，昨日卫生所就要开始卖，因迄天下晡就赶紧制定这个流程。我们知道那个政策之后呢，我们就昨天下午就开始研拟计划。那号码牌的话，就可以缩短说民众我们要过卡的作业时间。我们一边发号码牌之下，我们就会一边审核资料。虽然是名字，全台有303间卫生所加入据点，每一间配250个，一天会使卖75000个，所该药局压力。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拖到世界真侪国家，英国有生理人，日本有确诊者司机拢是超级传播者。医师就提醒，抵抗力较歹的中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家己会成做这个病毒的传播者。超级传播者通常是病毒量高的人，他的咳嗽、讲话的飞沫里面的病毒量比较多。那再来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他的呼吸道的细胞呢，病毒比较喜欢啊。那目前以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来讲，似乎是中老年人呢的呼吸道细胞，它是比较喜欢的。看起来中老年，然后抵抗力比较差，是最可能的超级传播者的候选人。医生讲，一般疾病带患者上多会甲病毒喂互4个人，要果若是超级传播者，可能喂到10个人以上。亲像是公共便所、饲马桶的所在、水道头，也是市电梯、餐厅倒椅，拢可能暗藏病毒。民众出入公共场所，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莫去喂到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全世界拢在烧钱买喙罨 ，WHO 是讲全世界喙罨的需求量加100倍。伫咧越南、南韩、日本拢在欠。日本政府即马是补助民间的生产线24点钟的胖，要甲逐礼拜的喙罨生产量提悬到1亿个。这是越南的首都河内，熟悉场面。店家外口人排甲真长，等来买喙罨。因为越南的武汉肺炎确诊案例也花近20例，为了反映病毒疫情，越南民众对喙罨的需求也快速增加。Gia đình nhà tôi bên nội bên ngoại cũng nhiều, tôi mua muốn tặng cho mỗi người một cái để mọi người sử dụng và cũng là mục đích là giữ gìn sức khỏe. 在南韩，同款也在武汉肺炎的惊吓中。随着韩国确诊病例挖近30例，总统文在寅这一阵仔是在乡亭拢挂喙罨，街路民众也拢挂着喙罨。首尔有诊病来的喙罨，这一阵仔会当讲逐工拢在补货。한만몇개가되는데 실제적으로 지금 오전에 거의 다 아까. 지금 걱정되기 시작해서 저도 이제 마스크를 착용하고 판매를 하고 있고요. 不过，南韩环境部的报告指出，今卖喙罨许可标准并无考虑无共民众的吸外量。长期挂喙罨会妨碍呼吸系统为外部输的空气，并且妨碍为肺部吐出来气体排放到空气，对人体的喘气造成负面影响。有研究显示，每分钟换气量减少，会致使出现失眠、头痛、忝等问题，颠倒影响人体健康。另外，在日本方面，停伫香槟港外海邮轮船桥公主号最近引起国际高度的关注，因为船顶确诊病例一直升悬，也开始提醒日本民众对武汉肺炎的重视。欠喙罨慢慢的浮现，大家拢要卖着喙罨，讲家己是喙罨难民。日本安倍政府这礼拜宣布，将向民间的每条喙罨生产线补助大约845万的台票，24点钟开工，希望将每礼拜的喙罨产量提升到1亿片。世卫组织 WHO 部长指出，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效应，全球的医疗喙罨需求量已经增加100倍。除了喙罨、防护衫等防护装备计数，拢起20倍左右。WHO 强调，需要将物资提供给上需要的人，也呼吁各个参企业甲世卫合作，确保物资公平甲理性的使用，并且恢复市场供需平衡。除了挂喙罨防着中国中庭是出现强调消毒身体的消毒走廊，透过调配过比例的消毒水，自动感应360度无死角的喷泉，逐工会当予数千人次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结果中国也有心情小连续2天派军机射咱台湾，甚至也有飞过海峡中线。美军嘛有派出军机挖进台湾，伫拜6的时，也有军舰探过大海，而且美国嘛有公布相片要甲中国对呛。来看《苹果日报》，咱台湾昨昏出现2个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拢是本土病例。2个人是兄弟仔，拢无出国去佚佗，嘛无直接过进前的18例。第19例是阿兄，伊60多岁，是白牌的计程车司机。这阵啊有载过79个中港澳的人客。咱台湾敢是已经出现社区感染嘛？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自本是讲应该会使安尼讲，
也毋过昨暗10点，也阁发出新闻稿，讲这是南山的一个个案，社区感染是小连续一个尾号一个，也毋过目前看起来也毋是，所以大家毋免惊吓。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出现武汉肺炎死亡的头一例，要加强社区监视，对今日开始要扩大采检的对象。第一是14天内捌出国、倒来有发烧的人爱检验；第二是规定的发烧有呼吸道症头的人；那第三是抗生素治疗3天拢无效者，这3种人即马拢爱验。继续关心，在美国的邮轮威斯顿号有一个美国的查某乘客，15月4号确定讲是船顶头一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因为这只邮轮2月初捌来过咱高雄港，目前当咧确认讲，这个病例已敢有落船来台湾。乘客上落船行动，2月初4至初5，捌停靠伫高雄港的美国邮轮威斯特丹号，15名美国女性乘客被确诊武汉肺炎后，高雄防疫各出现警报。目前是透过交通局这里，那在当日搭载这些游客的计程车这一边，我们会进行追踪。那也希望他们能够紧速的跟指定窗口这一边，那进行接触。那第二个就是进行必要的一些热点的查访。机关处表示，目前由中央透过马来西亚向病例确认敢是落船过，并且厘清感染源敢是伫船顶，才会当确定疫情调查范围。因过迄天有60多台计程车载了200多名游客，计程车司机会当先主动向机关处汇报。高雄港务公司表示，迄天观察落船伫港区西乘客并无多。它虽然是1480个旅客，对不对？下来游行去走的话，其实不多啦。隔天有19部游览车嘛，550个人哦，他们有旅行社嘛吼，但是那天隔天就不让他下来了。也毋过也有港区服务业者讲，初时迄天无坐车离开的乘客，不少人伫港区沿岸行动。包括12号金石码头等地点，机关处表示，若确认船顶有无显性传染，港区室内营业场所会纳入疫情调查对象，室外是含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炭烧。自本港4月份要伫咧中国上海举办的 F1 比赛，即马确定要延期，也毋过新的日期也未公布，可能会直接取消。另外，今年嘛要举办东京奥运，即马团庆会当地彩排，也毋过美国媒体是讲，即马全世界选手组织奥运若是照常举办，这疫情恐惊会阁拖开。首届奥运的盛会，日本女明星石原聪美甲其他艺人到场参加东京奥运盛会团上的彩排。宣布前武汉肺炎日本的病例已经来到59例。不过东京奥运筹委会也是表示，奥运会如期举办，不过因为惊讲观光业受到影响，日本一直无宣布入境管制。美国 CNN 就指出，若是奥运拍算如期举办，差不多3月份，都有真侪游客来到东京，到时阵可能无法度控制疫情拖开。若原本4月份要伫上海举办的 F1 赛車確定延期，不過無公布另外舉辦日期。So I think disappointed, for our fans and the sport, but realistically, I think the priority still is health and safety of everybody, and certainly our thoughts are with everybody in China, and hope they get on top of this as soon as possible. 官方立場講是延期，不過無公布延賽舉辦日期，因為 F1 賽程真慢、真歹改變，本季直接取消機會真懸。上海站為2004年開始到打，連續舉辦16年，嘛是中國目前以下 F1 規格國際賽道。記者綜合報道。天氣報你知，咱做伙來關心天氣。受寒流的影響，氣象局是針對台南以北發布低溫特報。來看上新的溫度。今日鋒面離開啊，也毋過受大陸冷氣團冷空氣的影響，即馬天氣是袂落雨啊，也毋過是大冷。除了東半部有局部低陣雨，西半部的山區嘛可能會有略略落雨的機會以外，其他的所在甲外島大部分攏是多雲到好天。基本上，這禮拜大概攏是這款的天氣。喺咧溫度的方面，今日各地低溫大約只有9度到12度，而是北部高溫嘛只有12度爾爾。
其他的所在是15度到19度。要提醒乡亲，明仔载透早是这波寒流上强的时，会出现上低温。台南以北甲宜兰花莲可能只有7度到10度尔，其他的所在嘛只有12、13度。这波寒流会影响到拜三的日时，到拜三了后，温度才会豆豆回升。寒流到位，气象局有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真侪所在温度拢无到10度。随着锋面远离，中部以北自下昼开始，雨就渐渐较停。阳光扫落来，有一波强度达到寒流等级的冷空气落南。拜一暗8、9点了后，全台会明显感受温度下降，会落到摄氏10度以下。拜一暗搁较冷，低温将会降到7度，空旷地区甚至会搁较低。最冷的时间是在明天礼拜1的深夜到礼拜2的清晨，预计在台南以北跟宜兰花莲温度会下探7度到11度哦。那空旷地区或许温度会再低一些。那南台湾跟整个台东地区呢，低温也会来到12到15度哦。气温直线下降，气象局副局长陈明典伫面册打出，偏加斯受明显影响，气温一下降，会当讲是寒潮爆发，提醒民众快速降温，开破病。拜一上班日，全台高温会低过12度，民众会感受到真寒，并且继续到拜三的透早。那周三白天，北台湾高温就有机会慢慢回升到20度左右。那真正回温比较明显，预计是周4、周5之后。气象局继续针对北北基桃、新竹、宜兰发布低温特报，来到非常寒冷的柑仔石灯号，会有继续10左右，也是以下低温发生。台南以北到苗栗、花莲、金门也已经发布寒冷的黄色灯号，提醒民众爱穿较少的，农作物甲水产养殖也爱注意航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伫泉州公主河顶头的美国人，即马会当转去啊！美国已经决定讲要派出2台专机，昨暗已经飞到日本，今仔日会甲美国人再转去。不过美国嘛讲，游览船顶头有40个美国人互感染互活着，这群人爱留伫咧日本治疗。综合报道。病毒源头就伫武汉，那中国的武汉肺炎是继续在传，感染人数已经超过7万人。不过即马，风声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份也是照常要去日本访问，而且目前正在安排。武汉肺炎的疫情伫中国继续传，中国即马真侪所在、真侪城市拢封城，街仔路是变甲冷冷清清，真稀微。那伫大遮的人要买食的、要买物件，要安怎？送货员上保赢，因是冒生命危险在送货，伫咧封城内底的民众即马假清拢爱扣因。我出来的时候，家里也是其实是不同意让我出来的。挂翠安，伊是中国29岁外省人员郭强。过年时，伊看到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无过出来反对，放弃假期，为故乡荷兰登去北京加班，甲大部分的外省人员共款，外靠一台机车，伫大街小巷送货。现在订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米面油，然后消毒液这类东西。疫情影响，民众唔敢出门，伫网络买物件甲外送需求就增加。订的大部分是生活必需品。京东就指出，今年春节米、卵、菜色销售量比去年同期成长300%。为了应付订单，网络购物业者用3倍薪水调回外送人员，佮推出无接触外送服务。那个你订的商品到了，我在小区门口，然后那个给您放这个门卫这个桌子上了，麻烦您出来取一下吧。避免传染的风险，公司要求郭强甲物件放伫一寡区域，无送到厝。唔那安尼，送一寡食的，佮爱写包装人员甲配送人员体温，互顾客安心。按个别人伫厝的风险，外送人员逐工伫外口走，敢袂烦恼？担心是肯定有担心的，内心肯定是有一点的。然后，如果说出现咳嗽的话，有时候稍微一咳嗽的话，内心都会紧张。郭强的厝内有泵针，等去厝的会量体温。伊讲家己唔是唔惊死，啊，毋过为了生活，该人继续工作。另外，嘛是为了钱。亡命之徒谈不上，只能说是，怎么说呢？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给社会做一点贡献，实现自己的一点点价值吧。
北京初10宣布实施封闭管理，外省人员会当送货，按个出入区域受到限制。国强进前讲，送货街头无车嘛无人，亲像空城。即马管控更较严格，恐惊北京会更较亲像空城。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台中太平有一个姓林的民众，爱居家检疫，爱防隔离，说出来拍照，随防通报，即马嘛已经防发。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讲，居家检疫失踪的，即马要用掠通集团的规模来掠人。这个月14对上海返来台湾的一个查某人被列做在家检疫对象，却是坐高铁来回高雄，遭到高雄市卫生局开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此无讲见解，而高雄市卫生局态度也变较保守。我想这一部分的话，绝对没有不同调的问题啦。那法条的部分是很明确的定在那边。那这个部分的一个法则，我们可能会循情依理，在他回家之前这一段呢，我们会斟酌办理。内政部长徐国勇明确指出，防疫政府是作践，对遐在家隔离也有隔离拍照，甚至失去联络民众，采取政府掠通集团规格来办理。对警方甲移民司的相关奖励甲加班费也绝对袂当算。我们会用最高规格、通缉犯的规格、重大刑案的规格来协寻这一些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本来你是可以自己在家，是除了不能出去以外，在家是很自由的。那你如果到了这个强制检疫所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而台中市太平区15夜掠到一个姓林的民众，在家检疫期间四个拍照，违法不应出外，禁令防发。打电话去以后，发觉这个人在外面，就紧急通知他一定要回家哈。就他大概延误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才从外面回来。那这个也是违反了我们居家检疫的规范。台中市卫生局针对这4人的民众，会开出15万以下罚款，但是搁再违规就强制安置。卫生局强调，针对中港澳返来台湾民众甲学生生活所需要，拢有分工资源，也有照顾系统。民众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人做一伫防疫，唔通乌白讲算笑。网络即马伫头有人伫传假消息，有一个查某人伊就伫咧面册讲伊对武汉转来。验过武汉，毋是封城，伊讲伊是开钱偷渡转来台湾的。目前高雄的警方正在追查。另外，刑事局嘛有抓到有人在假台商，爱安怎填假资料骗海关，实在是真失德。伫做面册社群大相款的文章，这个姓洪的查某人讲，家己伫武汉封城了后，开了15万块，请人协助走出来，并且偷渡转来台湾。文章随即互网友检举，了这查某人讲会使斗相共的这查某人，也有人甲伊联络到。也毋过这查某人讲无种代志，高雄市卫生局已经请警方展开调查。如果他是假的话，那也触犯了相关在传媒方式法这边的一个规范，那可以处以新台币5万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真的话，那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大，甚至到偷渡这一部分的一个刑事责任。那高雄刑事局发现有网友伫 PTT 网站打对话截图，内容是甲中国大商写不实的检疫资料，闪骗防疫。这查某人到案了后，讲是无经过纠正转团的，也毋过伊愿向医生发办。不过为着方便中港澳地区的入境台湾也是转机，电子健康声明加在家检疫通知书也正式上线，会免写纸本。也毋过民众认为也无加外方便。应该有吧，就在等登机之前，就等登机的那段时间就先填。就算如果没有用线上去申请去填那资料表的话，他到飞机上他也是会再给你一张表去填。对，是纸卡，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没差。有台湾手机门号，并且扫一个 QR code 输入资料，接受信息之后就使摕到手机的凭证。伫通关的时阵摕出互看。疫情中心强调，不管纸本也是电子，若是写不实的资料，也是误说歪写，依法会使罚上悬15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湘北的防疫，为着预防武汉肺炎，台北市长郭文哲讲重话，伊讲若准是无法度管制，就要用电子手铐。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讲，唔免做甲安尼，若是超工无爱守规矩的，就来动罚就好。台北市长郭文哲颁奖感谢电会参与厂商，也结束今年的台北灯节。拄着武汉肺炎疫情期间，电会顺利结束。也毋过郭文哲亲像无安尼来放松，因为也有未少被要求居家隔离，也是居家检疫的民众4回拍照。到15为止，台北市有24人被开罚。
罚款为1万到7万不等。国民党各讲党会动用电子手铐，却引起争议。这个叫话语术啊！我说这个电子手铐，大家就一听就觉得很不喜欢了。我要是说叫科技智慧手环，那大家就很高兴的接受。叫你隔离你就隔离，你隔离不在家隔离，出去这个我们就变成你是危险，对这个社区造成危险，那我们就要严罚了。国民党的欢乐社区防疫出现空棚，佮加上后礼拜2就要开学，若讲连幼稚园也踏入，台北市大约有28万的学生，校园要安全防疫成了一大挑战。国民党表示，市府会伫拜3开会讨论应变措施。新北市目前有3822个居家检疫，嘛有1人失联。对国民党提出的电子手铐，警政背景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亲像无啥认同。如果有一些故意的不遵守规定，当然我们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我们会采取重罚，甚至我们会给他公告，然后查缉。我刚刚这个都没有这个必要性啦。居家检疫跟一般的通缉要案是不一样的。侯友宜认为，居家检疫的人是配合政府政策，而且需要被关怀。为了减轻纾困，侯友宜也明确表态，无要等中央啊，伊提出6大原则，急速宽检保平，要求救新北市的经济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有的大学是撑到3月初才要开学。根据统计，目前台中市区学校附近也有8000多间厝也洗不出去。严格老实来讲，这疫情只是短期的现象，主要也是厝伤济，无遐尼侪需求。大学四周围的街路冷清清，也无啥人，因为学生啊伫休寒。一般在过年后开学前，原本拢会有学生来租厝。不过，即阵出现部分要租出去的厝，厝租落价。除了原本要租出去的厝以外，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学生然后开学，有一寡厝头价拢落价了。不一样，怎么到现在以前是可能过年后就几乎都满租了，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所以确实是有少数客户愿意，少数的房东会有这种想法。供给量变多，那需求没有变，甚至需求下滑现象，综合起来是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关系。根据房屋业者对台中市市区佮大专院校周边租厝市场所做统计，东海、逢甲、中兴、中高大、中科大这7间公私立大专院校，有超过8000多间要租人。其中台中科大附近要租人的上多，东海大学是厝租率上多，有4.4%。房屋业者指出，台中市7间市区的公私立大专院校周边租厝行情，因为区位无同，影响因素毋若一项。过去大学的租厝市场常常有7%到8%的收入，不过即阵囡仔生少，厝要租人的真多，厝租拢落价。即摆因为疫情造成大学延后开学，也互租厝市场搁再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为着要照顾中部人、婚龄人，台大病院婚医利用资讯科技检查清怪的学生囡仔的心脏，甲因的心电图、心脏皮肤彩声音传去云端的系统，要交予小儿心脏科医生来做判断。因为心脏病若是压起来，要抢时间来救，希望用这款方式减少囡仔因为心脏病死亡。做了1004位血统。林雄甲医生当地甲医疗团队报告台大病院推出的心脏检查计划，实施这个计划，学生囡仔唔免去病院检查，团队去到学校利用仪器甲资讯科技，甲学生囡仔的心电图甲心脏的声音传送到云端系统，再个交小儿心脏科医生来判断。我从这边到麦寮到台西，可能要1个小时的时间，每个学校之间的距离可能又比较大，那要出动这么多医师去做这些事情，要施行上比台北困难很多。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因为它可以听诊到底有没有心杂音。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它是做一个完全12导程的心电图。因为婚礼的交通无利便，医生的人力嘛有欠缺，所以病院就利用科技。结合资讯医疗团队，这小儿心脏科医生到协助，就是望要减少学生囡仔受心脏的问题影响。这款医疗服务解决路头遥远的问题，嘛正做卫生福利部要大力推广的重点。能够让人力发挥到最高。刚刚我们看到，甚至在外县市的小儿科、专科医师都能够来帮忙。
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未来的远距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台大病院表示，医疗资源无应该因为路途遥远来受影响，所以会继续推动这项计划，守护学生囡仔的健康，互因会当平安大汉。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樱花豆豆在开花啊，真侪人趁囡仔也伫休寒去看樱花。店头的业者就表示讲，自本过年的期间生意无介好，也过即马生意袂歹。粉红色樱花伫日头下搁较妖娇。阿里山陆续有樱花开，游客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脱掉嘴暗，上山数新鲜的空气。户外不用戴口罩啊，不会担心疫情。不会，我们觉得台湾的疫情做得还不错。感觉现在天气是 OK 啊，蛮适合，而且我知道比较少人会过来啊，预防的都带了就 OK 了。所以你们是从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人。停车场的轿车停半半，如所参与业者分析，游客团无来，加上学生延后2礼拜开学，不少咱国民众趁着周末假日，家己开车就山收樱花。另外，也有不少自由行线客专工来。陆客已经都不到阿里山这个地区来了。我们的这边的旅客呢，来自东南亚，甚至呢新加坡还有欧美国家的客源呢也相当的多。在宾馆的住房方面呢，我们这几天呢也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是刚开始可能大家也怕，就没有出门，但是现在控制下来，人还是蛮多。客源就是台湾本岛这边的客人。阿里山樱花将伫3到4月份大开，业者认为台湾防疫积极，目前游客已经比过年期间回温。对于接落来2礼拜陆续假期的订房率，来客人数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咱渔业的资源卖当永续发展，屏东东港这两档有提出掠樱花虾的限制令。资本一只渔船啊出海去讨海，一抓会当掠12箱，一箱是15公斤，也毋过即马改做10箱，共款拢总是。一箱是共款15公斤，所以拢总是150公斤。即摆安尼会当达到保护海洋的效果，而且旧历过年了后，樱花虾即摆价少嘛开红盘。当年11月份到5月份，拢是咱台湾掠花卡甲的时间，因为连续2年这收获真歹。东港花卡甲的产销班新增加掠花卡甲的规定，也就是资本一只船出海，一届会使掠12箱，即船下收到10箱，每箱15公斤重。过年了后，渔民为新历2月初3开始掠，即阵介绍开红盘，大家拢真欢喜。所以说那一天2月3号的时候呢，这个价格呢是落在一箱呢6500至7300的价格，所以说渔民呢相当高兴，说这个开红盘哈。屏东东港渔会总干事表示，原地各个烦恼介绍会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受到影响，佮加上外销的介绍一直拢有变动，惊介绍会无好。不过即马平均4-5箱的产量，因为介绍有起来，渔民也通得赚800。现在产量呢转差不多4至5箱而已啦。平均7000的话，每天差不多35000块的收入呢，这样渔民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入。销日本呢，不错的这个价格。这几年东港花卡甲产销班因为积极限制掠花卡甲的数量，互渔业资源会使永续发展。即阵毋但海洋保育的成效真好，渔民伫咧市场的销售成绩也称悬，有赢1.2个，双边拢赢。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草屯大龙77号白米，人拢叫伊顶级的月光米。为着行销草屯好米，龙龟甲公所合作销去国外，第一批销出去16吨，这嘛是草屯龙龟成立100多档来头一摆甲米销去国外。这对位产力挂转来的稻仔，顶头的切仔。金鱼搁把甜，这就是南投草屯由农业试验所研发的大龙77号白米，也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真出名的顶级月光米。因为有草屯好山好水的加持，大龙77号白米米心完整，做起来筋骨搁有气味，这品质和日本的月光米会通得比拼。讲到家己种的米，农民是拢真有信心。第一个，它是有一个阿嬷的味道，有锅炸。阿嬷煮的那个米饭的一个味道了哈啊，第二个它的 Q 度、它的软硬度啊，非常适合啊一般的中老年人。
为着行销在地优质的农产品，草屯镇农会正积极伫咧拓展通路。伫咧农委会的协助之下，联合草屯镇公所启动海外行销的模式。前一阵仔，佮伫咧南部咖米厂宣示农会成立100多年来，头一届甲台湾顶级的外公米行销到海外，包括新加坡等等的所在，头一批就会卖16吨。这次也是一个长单的出去，当然数量不一定很多，但是这个单我们希望是可远可久的长单。啊，那这个橄榄油的部分呢，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全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一个这个环卫标签的这个认证。除了外公米、烤地油，草屯镇农会所开发的鲜米、牛奶茶、含绿茶，也因为品质好，成功入去新加坡的市场，创造稻仔多元化的发展，也吸引真侪大盘来收，真做台湾的荣耀。记者综合报道。顶真拼名声，咱来看咱台湾的花庄博物馆。20当前，徐家斌投入花庄保存，伊一开始只是做兴趣的，后来伫咧拆老厝的时，伊就开始救花庄，愈收愈多。转伫咧2015年，成立咱台湾头一间花庄博物馆。台湾新眼界节目，咱做伙来看。徐家斌是位真介意台湾花庄的台湾人，为20年前开始伫台湾各地找花庄，原本只想要保存花庄。不过，伫2015年，徐家斌伫家己买一栋有100年历史的老厝，成立花庄博物馆。迄时阵我嘛无想收一个摆，我就甲买落来。买落来，我大概用2年的时间去甲修理。修理之后，就甲我保存的花庄放伫遮。一开始只是将收藏的花庄放伫遮，不过却愈来愈侪人来遮参观，嘛因为收藏的花庄数量真侪，所以就来成立博物馆。不过徐家斌说讲，这是全台湾上散车的博物馆。因为伊内底伊的所有物件拢毋是买来的，伊的所有物件拢是保存落来的，所以每一块花庄、每一块家具，其实拢对阮遮的人拢是做温度。博物馆内每一个角落、每一项物件，拢是徐家斌甲志工做花救回来。对于这个古物历史，徐家斌无嫌麻烦，尽家己的力量详细讲解，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更加了解花庄伫台湾的历史。记者杨淑晴、林凤明采访报道。嘛是一个真正受懊恼的人，这是伫咧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有一个已经食到90岁退休的社工，因为唔甘家友要不倒，伊就免钱提供食的。伊安尼一做已经做15档啊，这样有爱心，嘛受意大利总统的表扬。每礼拜六，伫罗马南边的市集，退休社工迪诺拢会去搭的头前，有诶将手边卖剩的，看起来较无青、较白，蔬菜水果，替这个熟悉的老朋友。有诶做胖的店家，是会免费将几落仔的胖送互伊。今年90岁迪诺，那收集食材，嘛顺续甲大家拍招呼。Insieme a tanti amici cuciniamo per i poveri che vivono per strada。伫这个大灶卡，迪诺甲其他人开始洗菜料理，今日要煮的是菜丝汤、三明治、糕点心。迪诺所成立的罗马爱心行动组织，每礼拜4天，会当提供800到1000份的餐点，有差不多300个职工，甲迪诺斗阵加入替家友共餐行动。Sempre più persone in modo che Roma diventi una città dove le persone si vogliono bene, capite? Quindi c'è la solidarietà. 迪诺原本伫意大利的社福单位工作，退休几年了后，有一天伫罗马车站拄到一个家友，甲伊讨钱，想要买三明治。伊发现一个三明治对当互这个家友会当暂时食好饱，就甲因某朋友展开爱心行动。La nostra avventura abbiamo cominciato con 10 panini, poi sono arrivati 30, 40, 50 e via. E ora siamo dopo tanti anni ad avere qualcuno di loro mi chiede ma ora che viene l'inverno solo i panini non ci scattano, poi potete farci un piatto caldo? Allora è venuta questa idea qua di trovare una cucina dove cucinare. 根据天主教诸神平安组织统计，罗马有差不多7700个家友，因暗时定困伫教堂的走廊。这几年来，佫有愈来愈侪出事。拜六暗，伫圣彼得广场附近传出旁边，佮看到迪诺将这食物件摕互家友。这20年来，伊嘛甲家友变做好朋友，甲因鼓励，佮支持因重新站起来，
安那迪诺的行为，最近更是得到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来表扬，俄罗斯是咱时代英雄。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镜头等下咱讲来，2020台湾灯会已经开始，会等到2月23。伫咧后里的展览区，唔有真侪花灯，文化局嘛安排街头艺人甲艺文团体来表演，逐日拢有无同款的节目，咱做伙来看。伫台中举办的2020台湾灯会，民众会当伫后里花圃园区、甲文心森林公园看花灯。另外，后里马场、大港岸有舞蹈、传统戏剧等精彩演出，其中毛台湾真罕得看新马戏。取自生活会有的事情，然后再套入马戏的元素，所以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幻想、想象空间。甲一般民众的生活做结合，剧团嘛将武汉肺炎的疫情期间民众的生活情形加入表演。像最近有这个疫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用口罩，就是都会套入我们的表演里面。像这种东西，观众就会下面就一片就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就会呼应说，对，最近都抢不到口罩。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真侪人减少出外计划，不过也是有不少民众是规家伙仔来灯会参加活动。阮拄要对那个垦丁佚佗转来，啊，经过休息站，看到有这个消息，啊，就带囡仔来遮看卖。之前看过的表演就是直接就是做特技，然后这次看到的表演就是前面会做一些现在有些上班族那些的会做的事情。除了有真侪表演团体连续登台，灯会期间，大家下晡有街头艺人伫园区做表演，希望会当互来遮民众看到精彩艺术表演。记者综合报道。公司要推出大戏《天桥顶的魔术师》，故事主要的场景是伫咧中华商场，也毋过商场已经拆卖30栋啊，所以剧组是真用心，开8000万，搁甲起来，卖当互大家看到讲过去伫咧中华商场演过繁华的面貌。早已经跳掉消息的中华商场，28年了后，伫汐止原接关闭中间。公司推出基感级电视剧《天桥顶的魔术师》，改编有名作家吴明义的同名小说。为了彰显主要场面中华商场，剧组开8000万，找到2公顷的土地，打造台剧史上上大型的片场。为此动员600人投入搭建甲电视，要找回时代气味，连日头照下的公园位置拢精神过。在拍摄上面，我们就不用太大的力气去经营，就是光源的设计。这东西也是一种省钱的设计啦。我们也运气也是很好，就是找到那块地方位，基本上几乎跟中华商场的方位是一样的。考究细节，找回失去的光阴。人工手的扛棒为了125个，人工手的泰路、外石仔地板完全袂当凊彩。虽然会当省得省，也毋过1亿5500万的预算也是无够，所以提出向外界募资4800万计划，希望会当将戏剧质量做较上好。必须充分的运用搭景跟特效，我们怎么样能够累积人才跟经验，然后再跨出台剧升级的一小步。那这部戏是一个挑战。这出戏讲的是囡仔伫中华商场天桥顶甲魔术师的故事。原著小说伫几下国得到真大回响。要如何结合着世间魔幻，以影像活灵活现的呈现，剧组拢表展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嘉义石膏的创作文化已经要70档啊！今年嘉义国际石膏创作营头一摆邀请国外的艺术师、这石雕的艺术家做伙来创作，互民众晚晚就当看到刻石膏的过程。石刻艺术家用着各种机械伫大理石顶头创作，不过来自南投的艺术家张嘉玲，伊就选择用无同的花岗岩，要用擦的方式一点一点来创作伊的作品。其实人类在采取石头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的技法。那么我希望这次的创作呢，就是用这样子这么原始的技法，然后能够来呈现石头它最原始的那个样貌。
石膏的雕刻源自于家石膏雕刻第一人占用伫阿里山做采石工的时阵，看到台湾教的生活而来创作，是家在地相当重要的一个文化。为了要让这种雕刻艺术有新的想法，家是举办石膏雕刻创作营，头一摆邀请国外艺术家，希望能有新的交流。外来的和尚虽然念经的跟我们不同版本啊，但是他创作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刺激，会让我们自己去省思，同时自我提升。我们希望增加创作营的一个广度，所以我们在写实以外，也增加了写意，还有一个比较抽象的部分的作者进来。那不管你是了解石雕，或是不了解或想了解的，都欢迎你来我们现场跟艺术家互动。那由我们帮你做导览。这届创作营当中，有一位女性的创作者是来自乌克兰的艺术家，在这届石刻创作营当中，嘛特别受到注意。主办单位表示，因为伫户外创作到2月27号，在这段时间当中，嘛有准备石刻相关的体验活动。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那伫咧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即嘛是成立咱台湾头一座考古的体验区，请真侪家长带囡仔去体验。这是国内头一座的考古山堆，利用囡仔爱算数的心理，加上考古研究的教学，和爸母带着囡仔来到台东卑南史前文化公园算数学习。这是陶片。挖出来粗灰仔片，互囡仔个倒起来，要倒出一个粗灰仔罐，互囡仔了解考古研究的过程。搞不好还有会有损坏的地方，就拼不起来。形状对形状。有的很像，有的不像，所以我分得清楚。囡仔伫山堆内底也挖到电脑用品，也有塑胶七头米。苏警官表示，这是要互囡仔了解人类来乱气粪扫会留下影响生活环境的种情形。你现在留下什么，未来的人就会发觉挖到了什么。那我们也透过一些环境教育的教案，来大家对一些减塑议题做一些省思。苏警官表示，这阵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大家较无爱来博物馆参观，也过考古的山堆设伫户外，空气流通，伊个使互囡仔来耍，是假日亲子佚佗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繁华大都市灯光闪闪死，公害真严重，要看天星就较困难。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3的人拢看袂到银河，因为光污染伤严重啊，所以嘛限制咱人对太空的探索。对外太空探，咱的行星就算是咧暗时，也是真侪电火。都市化工商业密集的社会，电火四季拢有，抬头看天顶的星愈来愈暗。Je pense qu'un œil humain normal doit pouvoir voir dans un ciel sans pollution lumineuse, disons 2 ou 3 000 étoiles à l'œil nu. Et plus on s'approche d'une zone avec de la pollution lumineuse, donc en zone périurbaine, urbaine, et puis pourquoi pas au centre d'une grande métropole comme Paris, plus on voit les étoiles disparaître comme peau de chagrin, et on arrive à quelques dizaines d'étoiles visibles sur les Champs-Élysées à Paris, par exemple. Je suis qui voit la lumière des étoiles. 全歐洲第一個無光害干擾的國際星光保護區，比利牛斯山海拔3842公尺的藍尖峰，2003年得到國際暗空協會認證。為了要得到這個認證，地方是以藍尖峰為中心，結合周邊251個市鎮，控制4萬個有點電火所在，一個8萬多名居民配合下，長期系統性的減少地面的光害，唔但改善暗天的品質，也節省能源。台灣合歡山在去年熱天，成為全國第一座、亞洲第2座得到國際暗空協會認證的暗空公園。光害唔但是阻礙天文觀測，也干擾生物的正常休困，對野生性動物的生態造成傷害。Les espèces, notamment les rapaces nocturnes, ont des pupilles différentes que les nôtres, et donc ils peuvent être plus sensibles à la lumière. Grosso modo, il y a soit de la désorientation, soit de la mort directe, soit de la mort indirecte. 電火互人叫做是人類史上上偉大發明之一。閹過當連做光線和暗暝變光，就違反自然規律。好加在光的污染無親像化學或者是塑膠污染這麼嚴重，上簡單的改善方法就是把電火關起來。所以法國自然環境組織就希望業者盡量關電火。記者綜合報道。
关电火会当做环保，那印尼有一个超级英雄，伊是做环保的蜘蛛人，伊是逐工伫咧下水道、沙坡、甲街仔路四界扫伫拼环境，因为伊遮尔骨力，即嘛互印尼人开始咧注重粪扫的问题。行伫印尼南苏拉维西省的城市巴里内底，有时阵会当看到电影的超级英雄蜘蛛人摕扫帚当在扫道路。Nama saya Rudi Hartono, umur 36 tahun. Saya adalah Spiderman Parepare. Misi saya melakukan ini adalah untuk mengajak dan memberi contoh kepada masyarakat melalui karakter Spiderman yang terkenal untuk menjaga dan melakukan kegiatan kebersihan secara nyata. Karena kebersihan lingkungan ini menciptakan masyarakat yang sehat. Rudi 平常时啊，伫家己厅做工课，因为希望大个环境清气，定定伫大街小巷内底清扫塑胶粪扫。一开始伊的善行并无互人注意到，一直到伊为着要人小伫咧欢喜，买蜘蛛人的衫搬角色了后，才引起厝边头尾的注意。伊才想着讲，搬做蜘蛛人清扫街路，希望引发更较侪人投入清洁环境的行动。Meminimalisir sampah plastik ini yang lebih utama nih. Kenapa? Karena susah terurai. 蜘蛛人正做环境清洁的英雄，请真侪居民甲游客的注意。真侪囡仔甲伊伫有闲的时阵，看伊拼粪扫。Apalagi saya sebagai pemuda atau maksudnya tugasku banget sebenarnya ini, tapi kenapa maksudnya agak malu Ki untuk turun ke sana atau agak malas Ki begitu. Padahal kalau misalnya bersih Ki, siapa yang nikmati kita gitu kayak ya berpikir tonji dan mau banget sebenarnya. Rudi的拍拼嘛，请真侪媒体来采访。互全国塑胶粪扫的问题变做民众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一个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1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7度；外岛的温度是7度到15度。这波寒流会赶到拜三，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